Hello， 大家好，歡迎翻到嚟《風望中史》2026年香港中學文憑中期模擬考試中國歷史科嘅解卷。咁我哋去到甲部嘅第二題。咁甲部第二題咧，咁啊係問呢個春秋戰國嘅政治與社會變動嘅，就冇問到呢個周代封建。OK， 好，我哋先睇 A1。A1 咧嘅答中率咧係非常之高嘅，基本上個個考生咧都答中咗。只要一嘅 X 咧係呢一個東周嘅首都，就係洛邑。OK。咁咧基本上大家都寫到，咁咧係有個別一兩位同學咧就寫錯洛陽 ，OK， 咁啊要小心 ，OK， 洛邑。好啦，咁啊然後我哋睇睇 A2 咧就問啊，周平王遷都到洛邑嘅原因，同埋對封建秩序嘅影響係5分㗎。咁首先咧佢有兩部分，第一部分咧先問遷都原因，第二部分咧係問對封建秩序嘅影響，咁咧係夾埋5分。咁我哋嘅比分咧係2分加3分。咁首先咧就係周平王遷都原因嗰 part 咧，考生嘅表現咧係好差嘅。點解咧？嗱，有啲同學咧係錯誤地咧，嗱見到洛邑咧就錯誤地咧聯想咗就係周公建東都洛邑嘅原因，就援引咗咧呢個第二次封建嘅史實，咁係錯晒嘅。因為咧周公即係建東都同呢一個周平王遷都咧已經隔咗幾百年噶啦 ，OK， 咁我哋要留意呢個係周平王遷都到洛邑嘅原因。好啦，同埋咧嗱，有啲係遷都啦 ，OK， 咁所以係由顥京就遷去呢一個咧洛陽，所以其實呢個好嘅答案咧2分，1分咧就係答點解要離開顥京，1分要答點解要去到洛邑。咁有啲同學咧係能夠答到點解要離開顥京。就係因為顥京咧受到呢個嘅犬戎嘅入侵，變得殘破。OK， 咁呢個咧就聯繫到咧就係即係平王，即係佢阿公就攻打佢老豆啊周幽王。OK， 咁我揾下犬戎一齊攻陷顥京嘅史實。OK， 咁所以咧顥京咧係深受呢個犬戎嘅威脅。咁但係好多同學咧都唔能夠寫到就係洛邑咧係遠離戎狄，或者咧提到就係有其他國家嘅平藩嚟晉國、鄭國嘅平藩，咁所以可以為都。好啦，而至於對封建秩序嘅影響方面咧，咁咧呢個部分咧嗱頭2 part 咧，我哋話啦，首先你要講到咧就係平王東遷咧係點樣令到周天子嘅實力下降咗。咁有好多同學咧能夠答到王基下降或者軍力下降，又或者咧就係答到依靠鄭進或者秦啦嘅諸侯咧去協助佢東遷，但係能夠兩樣都提到攞足呢2分嘅同學咧係鳳毛麟角㗎。咁然後咧，同學咧亦都要由呢樣嘢咧去推到就係所以周室衰微，王令不行。咁有個別同學咧，係講埋霸政興起，咁都係合理嘅延伸。咁又或者咧舉咗啲例子去證明王令不行咧都得嘅。譬如國家即係唔同嘅國家咧，唔減少咗朝覲，譬如魯國同呢個周咧係咁密切都好，但係佢都已經少咗好多朝覲啦。甚至咧有所謂衰國之戰係嘛？呢個鄭莊公咧夠膽射親周桓王個膊頭，咁啊證明咗咧就係周天子咧不復獲得諸侯嘅尊重。好啦，咁然後咧我哋睇一睇下面嘅地圖題啊。呢個地圖題咧似乎考起咗唔少嘅同學啊。嗱，呢個地圖題咧就問 A、B、C，OK。咁首先同學咧其實要掌握就係佢問春秋重要國家咧。其實我唔係真係要你識晒所有春秋國家，我係想你識得春秋5霸。OK， 咁春秋5霸咧，我哋當然歷來咧係眾說紛紜。我哋話啦，你一定要知道嘅係有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仲有機會我哋當埋就係越王勾踐同埋吳王夫差。但係越王勾踐同埋吳王夫差咧，就一定喺長江嘅下面嘅。OK， 所以咧佢哋喺呢度就唔會係我哋嘅答案嘅。OK， 好啦，然後我哋就鎖定啦，咁 A、B、C 係邊個國家咧 ？OK， 咁呢個咧其實你可以諗翻起，如果你融會貫通周代嘅封建圖嘅話咧，其實你就會知道答案係咩噶啦。嗱，你諗翻起西周幅圖咧 ，OK， 我哋讀呢個第2次封建嘅時候咧，喺東北咧有邊個國家？燕啊嘛，燕係咪霸主國家？唔係啦，好啦，燕同埋燕係東北喎，咁即係我哋睇東部啦。燕係咪咩啊？齊魯，咁魯又唔係霸主啦，咁即係齊咯，所以 A 係齊，係代表齊桓公嘅齊國。好啦，然後 B 咧就係晉國嚟嘅 ，OK， 而 C 咧我哋話係南楚，因為咧楚國咧其實係南蠻嚟嘅 ，OK， 咁所以咧係楚國 ，OK， 好啦，呢個提示咧係非常之重要嘅，點解咧？因為我提咗你咧就係楚
齊進楚咧，其實係幫到你去答下一條題目㗎。下一題咧就問啊，你是否同意焦義對於春秋霸政嘅看法？叫你援引史實加以釋論。咁我哋睇一睇啦，就係焦義咧係講咩？焦義咧就強調啦，霸主制度咧係為中國維持咗相當程度嘅秩序，避免咗了無中央後嘅大混亂。咁後面一句咧同前面一句咧係差唔多意思嘅。咁然後佢話啦，所以爭霸咧係好事。你同意嘅話咧，就要從封建秩序方面咧去分析爭霸點解係一件好事。如果你唔同意嘅話咧，你就從封建秩序咧去講爭霸點解一件壞事。咁有好多同學咧都能夠理解題目，就提出咗一個好重要嘅口號啦，就係霸政嘅口號係邊句？專周室、讓夷狄、金山師同埋易建平。但係能夠舉出正確例子嘅同學咧係好少，所以咧6分咧好多同學咧只係能夠攞到1到2分。OK， 好啦，咁我哋即管嚟睇一睇要寫啲乜嘢咯。OK， 好啦，首先咁咧嗱，我有 mark 到嘅。OK， 如果你淨係講到尊王讓夷嘅口號，你講唔到任何具體嘅內容，就只係俾1分。OK， 好啦，好少少嘅就係咩咧？就係喺你寫專周室嘅時候咧，你吹水吹多2句，你講到咧係維護周天子地位咧，係會攞到1分。讓夷狄咧講到抵抗外敵入侵咧，都會有1分。咁但係你要攞足頭嗰4分咧，係必須講到正確嘅例子。咁咧呢個部分咧，其實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啦，就係喺12年嘅時候咧有考過啦，以至到我哋近年咧考2024年考春秋特色嘅時候咧，咁其實你都要答翻相應嘅例子。不過咧，因為當年咧就係佢問，即係其中一個 point 係霸政興起，咁就唔使你真係好詳細專周室讓夷狄咁樣答。咁但係嗰啲例子其實你應該知道要背嘅。OK， 就算你冇背足咧，都應該起碼攞多1-2分啦。咁但係好多同學咧就背到錯晒。OK， 或者背得寫得唔夠清楚。譬如咧，有啲同學咧就會話啦，喺專周室方面，齊桓公咧就斥楚國沒有進貢，咁就冇啦。咁但係咧佢就冇講清楚係，齊桓公係罰楚 ，OK， 去代行呢個周天子嘅職務，罰楚呢個位 ，OK， 因為咧如果你係唔朝緊唔進貢嘅話咧，咁其實係會有相應嘅懲罰噶嘛。咁但係佢冇講到咧，就係霸主點樣去代行周天子嘅職責。又或者咧，我哋講讓夷狄嘅時候咧，有啲同學咧，即係講到就係齊桓公咧去救一啲國家，可能燕國、邢國，但係可能2個國家入面咧有一個國家係錯嘅。OK， 咁但係呢個唔緊要啦，有一個國家啱啊，起碼。但係咧佢講唔到係攻打邊一個外族。OK， 係山戎去救呢個燕邢2國。OK， 咁呢個咧都係攞唔到分數嘅答案嚟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實你可以提金山師啦，制止呢個諸侯國內部嘅以下犯上。譬如咧就係齊桓晉文咧都有評定過呢個所謂王子帶之亂啦。又或者咧你能夠舉述到霸主通過會盟嘅形式去維繫天下秩序，舉出葵丘之盟、戰土之盟咧都可以俾分你嘅。咁當然咧，有好多同學咧都識得戰土之盟啊、葵丘之盟嘅，咁但係咧佢哋喺寫嘅時候咧就擺埋喺專周室嗰度，咁所以咧就只能夠當係專周室嘅分數俾，就唔能夠另外俾分啦。OK， 同埋咧因為佢好強調就係邀請周天子出席，維護天子地位，佢冇強調到就係其實會盟嗰種維繫天下秩序嘅意思，所以咧就通常係唔會另外俾分嘅。好啦，咁如果唔同意嘅話咧，係好難答，冇人答到嘅。OK， 咁後面咧有相應例子，咁可以用翻楚莊王做例子嘅特別。咁同埋特別講讓夷狄呢點啦，因為楚國咧其實就係蠻楚嚟嘅。OK， 南蠻之國。OK， 咁但係咧佢能夠稱霸中原，證明咗咧其實霸主係唔能夠讓夷狄啊。同埋我特別想提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我哋咧下面嗰題咧就問戰國嘅政治特色，其中一個政治特色咧就係諸侯稱王啊嘛，係咪？諸侯稱王，好啦，咁我唔知大家讀書嘅時候咧有冇一個疑問啊，就係咩？你話諸侯稱王係戰國嘅特色，點解春秋500有個楚莊王，又有個吳王夫差，又有個越王勾踐，咪好多人稱王咯？咁點解我哋話戰國嘅時候諸侯稱王先係一個特色咧？點解？嗱，首先第一，楚莊王、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咧，佢算係春秋末期少少噶啦，但係佢唔係最重要嘅原因。最重要嘅原因咧係同我啱啱所講咧，佢嘅地理位置有關。楚國係南蠻之國，然後呢一個咧吳越就更加在南蠻。
OK， 佢哋又喺長江流域嘅，所以咧佢哋唔係中原正統。你要明白咧就係、我哋之前講緊嘅咧華夏正統咧係喺黃河流域，但係佢哋已經去到長江啦。OK， 佢哋唔係華夏正統，佢哋係啲南蠻嚟嘅啫。所以咧佢哋嘅稱王咧其實唔得到中原嘅承認嘅。OK， 咁中原齊桓晉文嗰啲咧都仍然係致力維繫呢個周天子地位。OK， 所以我哋話春秋嘅時候咧，諸侯係未稱王嘅。OK， 好啦，然後咧我哋睇一睇最後嗰問啦。根據資料3並援引史實，叫你展示戰國時期嘅政治特色。首先題目係問戰國 ，OK， 政治特色 ，OK， 咁咧嗱，當然啦，我喺上堂都有提過嘅。喺2024年嘅時候咧，有問過春秋嘅政治特色。咁其實咧，你每一段咧都可以寫2句西周嘅情況咧去做對比。點解咧？因為我哋題目係問特色啊嘛。咁你講翻咁點樣突發，有咩咁 special？OK， 咁所以咧可以通過少少嘅比較意識咧，去幫你做拓展。咁但係除咗呢個比較位可以幫你寫得清楚之外咧，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要做好個配對先。OK， 第一樣嘢係做好個配對。然後第二係加春秋嘅背景，然後第三樣嘢咧就係再講啲深入嘅延伸。好啦，先講配對方面。咁咧好多同學咧都唔能夠配對啱啲事情同正確嘅政治特色。嗱，呢度咧資料3咧就展示咗8件事噶。Oscar 透略，我想問第一件事。周威烈王命韓趙魏列為諸侯係咩事啊？嗱，Arena 咧，佢嘗試尋求支援，但係冇人答過。Vicky 咧係三家分晉，果然係家子嘅林同學啊！好啦。韓趙魏咧係三家分晉 ，OK， 好啦，咁然後咧加埋後面田氏散齊，咁呢個咧係第一個 point， 第一個 point 係咩咧？就係卿大夫咧嘅以下犯上，或者我講卿大夫咧係散氏頻營。好啦，先講呢點先，我哋對比翻春秋 ，OK， 春秋嘅時候啲卿大夫散唔散氏噶？佢哋有機會咧趕走啲諸侯 ，OK， 佢哋有機會喺諸侯國作亂，但係佢哋唔夠膽直接代替個君主 ，OK， 未敢取而代之，所以你可以 highlight 翻後面。喺春秋嘅時候咧，佢哋係唔夠膽取而代之 ，OK， 但係到戰國嘅時候咧，通過三家分晉、田氏散齊呢兩個咧戰國開端嘅例子咧，我哋就明白卿大夫咧係敢於篡奪君位噶啦。好啦。咁然後咧，嗱，另一樣嘢我都想提大家嘅就係咧，嗱，資料嘅 matching 你要做啱啦。咁呢個部分咧都多人做得啱，三家分晉同田氏散齊嘅。咁但係咧好多同學咧冇理解到呢個資料咧嘅寫法嘅心意啊。點解我要強調周威烈王命韓趙魏列為諸侯，而唔係就咁寫三家分晉咧？係有原因嘅。除咗因為本書嘅關係，我睇到書度 short 呢一段嘢嘅時候咧。點解要 short 呢一句咧？就係因為想你知道，就係周天子咧承認咗呢啲篡位者做諸侯咧，其實係等同自壞體制，標示住咧封建制度同埋宗法制度嘅徹底崩壞。咁但係咧係我諗係呢個係好少嘅同學咧能夠理解到我呢個深層嘅意思嘅。嚇，OK 好啦，咁呢個咧係第一 OK 卿大夫嘅散氏。好啦，然後咧，請你睇一睇第二咯 ，OK？ 好啦，咁我哋再睇落去咯。然後咧，下面就寫啦，商鞅變法。然後咧，我揀一揀先 ，OK？ 揀一揀。好啦，商鞅變法。然後周忌齊威王改革，辛不害就喺韓國作為丞相。然後咧，呢一個嘅趙武靈王胡服，其實咧都係第二個 point， 就係變法盛行。好啦，先講問題一，基本上咧冇乜同學係知道咧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咧係變法內容。其實呢個咧喺初中嘅中史書已經有寫噶啦。
但係冇人知嘅。雖然筆記係冇提過所以我呢個我有心做嘅，但我只係想你配對啱啫，我冇諗過個個配對錯。但我都好欣賞有個別同學咧，哇！明明唔知咩叫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佢可以作一段兼拼俾我，甚至作埋啲莫名其妙咩攻打外族嘅戰爭日多咁樣。咁我都好欣賞同學嘅創意力量同幻想，真係會嚇我一跳啊 ！OK， 好啦，咁但係 anyway，而家呢個係變法盛行啦 ，OK， 咁亦都有個別同學咧係搞錯咗，就係寫咗平民崛興。咁咧嗱，當然咧就係商鞅或者周忌、辛不害咧，佢哋可能個出身咧係比較即係低微少少，可能佢係沒落嘅貴族或者真係平民，但係個資料有提咩？個資料係冇提噶。仲有第二樣嘢就係呢條題目叫咩特色話？戰國特色，戰國嘅乜嘢特色啊？政治特色啊嘛。平民崛興係社會特色，說明咧同學咧概念冇理解清楚。點解係社會特色唔係政治特色咧？嗱，平民做丞相，丞相係政治嘢喎，啲人係咁諗噶嘛，係咪？但係你要記住，平民攀升呢個動作咧，其實係一個階級流動，係一個社會嘅特色，就唔係一個政治嘅特色。OK， 呢個係第二點。OK， 好啦，咁然後我哋睇一睇變法盛行個 point 咯。OK， 好啦，咁我哋話啦，變法盛行個 point 咧喺後面嘅。咁咧嗱，你可以 call 翻晒知道嗰啲嘅變法名啦。OK， 然後強調翻啦，就係當時春秋咧，其實已經有內政嘅改革噶啦。不過春秋嘅內政嘅改革咧，個規模比較咩啊？細，通常比較細啲嘅。好啦，咁呢個咧有個別同學會寫到嘅，但係唔寫都唔緊要。最緊要講清楚就係戰國嘅時期咧，其實各國咧為咗圖存、為咗自保或者為咗統一天下咧，係任用人才進行更加深度嘅改革，富國強兵。然後就住其中一啲嘅例子咧，通常商鞅變法係最多啦。OK， 譬如你講到商鞅變法做咗啲乜嘢？例如咩軍功賜爵、鼓勵勇武，令到秦國咧國力大增、國富兵強，繼而統一天下。咁就係一個圓足嘅展示啦。咁評卷參考咧，我亦都列咗一啲咧，大家冇人寫到嘅嘢。咁咧係俾你做參考，唔好要求你寫。我有個畫好嘅 ，OK， 咁純粹俾你知道咧，原來有啲咁嘅例子，因為其實本書都有寫嘅 ，OK。咁譬如咧就係呢個趙武靈王啊 ，OK， 咩叫胡服騎射咧？就係學習胡人嘅服飾同埋射箭技術。我相信大家咧應該知道咧，就係胡服咧係比較窄嘅 ，OK， 窄衣短袖 ，OK， 咁就其實方便佢咧靈活去射箭啊 ，OK， 或者係有啲甚至騎射嘅動作。因為咧比起漢人嘅魚服咧。漢人嘅魚服咧通常闊袍大袖，就唔係咁方便行動嘅。OK， 所以趙武靈王咧就選擇咗胡服騎射，去令到軍力強大，繼而成為戰國七雄嘅。OK， 好啦，by the way 就係咧，其實咁多個國家咧，佢哋推行變法咧，呢啲國家咧都係戰國七雄嘅，所以你可以話，佢哋推行呢啲變法之後咧，成為戰國七雄，都係可以清楚答到條題目嘅。OK， 好啦，咁然後咧，我哋話啦，最後一點，請你望一望咯。OK， 就係咧，我用另一個色啦。就係呢個咧，魏惠王稱王，然後咧，魏惠王尊齊威王為王，會徐州襄王，同埋秦惠文君稱王。咁呢個 point 咧，好多同學都能夠講到啦，就係諸侯稱王。咁但係諸侯稱王係表面啫，你應該講埋咧就係其實係代表住周室咧已經名實虛亡啦。OK， 就係因為佢哋完全當周天子冇到，所以佢哋先紛紛稱王。跟啊嘛 ，OK， 好啦，呢度咧我又想指出一樣嘢就係咧，好多同學咧又唔能夠理解個資料嘅心意啊！我既然前面都寫咗魏惠王稱王咯，咁點解我後面要寫多句魏惠王尊齊威王為王，齊亦稱呢個魏稱王，叫會徐州襄王咧？係有原因噶。魏惠王一個人稱王係佢自己嘅事，但係而家係魏同齊之間互相稱王，即係話佢哋彼此都係當周天子冇到，當周天子冇到已經成為咗各個諸侯國一致嘅共識。OK， 好啦，所以咧可以睇翻就係個資料，睇翻嗰個 marking 第7頁。咁咧嗱，你要做深入嘅分析咧，第一要講翻就係周天子咧先可以稱王。咁喺春秋嘅時候咧，大多數咧都唔夠膽僭號稱王。但係戰國稱王咧，
就顯示周天子嘅地位咧蕩然無存。咁當然啦，你都可以配合翻就係周室咧嗰個分裂嘅局面啦，或者甚至佢被秦所滅去解釋嘅。咁然後咧就可以講翻我啱啱所講，會徐州襄王咧係完全否定咗周天子嘅共主地位，周室咧已經同其他諸侯國咧係一模一樣啦。OK， 好啦，咁咧呢度咧就總共3個 point， 咁你寫足3個 point 詳細嘅分析咧就係9至10分。咁雖然好多同學咧選擇呢條西周春秋戰國啦，咁但係咧係冇人攞到呢個9至10分嘅，真係令人十分遺憾。咁我哋睇一睇後面嘅 sample， 嗱呢個 sample 我冇印嘅。因為咧做得唔好，所以我只係呢度同你編完詩，我就費事俾你睇住條詩啦。OK， 即係費事我哋即係編完詩就算啦，費事放佢喺城樓上面啊，等大家觀摩。OK， 好啦，望一望呢位同學，嗱佢有啲可取地方嘅。嗱，譬如咧你睇睇 A2，咁佢嘅答題技巧係幾好嘅嚇。咁你望一望啦，佢原因咧佢列咗2個原因，咁佢寫1同2嘅。OK， 因為我哋 take point， 所以呢個係即係喺短答題嚟講係容許咁樣做嘅。咁佢講咧。就係呢個犬戎入侵西都顥京，咁啊加上咧就係所以咧係啦，所以係解釋咗顥京殘破嘅部分，咁攞到1分嘅。OK， 咁但係佢講唔到咧就係洛邑咧係遠離犬戎，影響嘅部分咧佢攞得比較足嘅，佢能夠清楚解釋咧就係軍力薄弱啦，同埋王基下降。以至到咧，佢亦都講到咧，就係諸侯國嘅幫手咧，令到呢一個咧周室能夠東遷。佢講到鄭晉兩國 ，OK， 好啦，咁然後咧，佢再繼續推落去咧，就講到天子嘅地位不在，甚至有霸主共政。咁咧呢個咧就係能夠説明到周室衰微。咁所以咧呢條5分嘅題目咧，佢能夠攞到4分 ，OK。咁然後咧好可惜啦 ，B1 嘅部分咧，佢係撈亂咗晉同楚，咁但係都係反映同學咧係有溫過下。知道咗係春秋5霸嘅，咁都係反映咗同學有用心嘅，我哋都肯定同學嘅努力嘅。好啦 ，B2 咧就係佢係答同意，佢同意咧霸主嘅即係霸政咧，其實係可以咧維繫秩序。然後咧我又唔同意咧佢嘅答題技巧啦，咁樣列 point 喎，咁樣 bullet point 啊，就列4點啊。首先係霸主提出尊周室，讓夷狄禁散使，益京平。然後就尊周室第1點，禁散使第2點，讓夷狄第3點。咁其實方向係啱嘅。咁但係奈何咧，同學咧點解淨係得3分咧？就係因為咧呢3個點，尊周室、讓夷狄、禁散使咧，佢都冇清楚解釋。讓夷狄咧仲要寫錯字。好啦，第2樣嘢咧就係咧佢例子咧有部分係寫得好清楚嘅，例如禁散使咧，佢寫得好清楚就係齊桓晉文咧平定呢個王子帶之亂。但係咧尊周室方面咧。佢冇清楚講到明咧，就係齊桓公斥楚國沒有進貢之後咧伐楚，佢冇講到伐楚。然後讓夷狄方面咧，佢嗰個句子咧亦都語意咧係唔夠清晰。佢話齊桓公咧幫助燕營兩國受犬戎入侵，即係佢幫犬戎係咪咁嘅意思啊？其實係免受犬戎入侵，所以一個字咧寫少咗咧就已經係唔同嘅意思㗎啦，大家要謹慎。咁然後咧，後面咧同學咧有寫咧就係戰土之盟，丘葵之盟係葵丘之盟，有邀請周天子。咁但係呢個咧只係作為尊周室嘅補充，就唔能夠額外得分。咁咧整體而言咧，同學咧嘅呢個作答嚟講咧係比較凌亂嘅，你應該咧從3段咧去分析會比較理想。咁所以佢最後咧係3分。好啦，然後我哋好快睇一睇個詩題啊，睇完就可以落堂啦。咁咧我哋話啦，佢咧係展示咧戰國嘅特點。咁咧，你一睇呢個主題，一睇個引言咧，就知佢錯啦。點解咧？嗱，佢第1段就寫諸侯國大事兼併，從來冇問過。第2個稱王有問過。第3個求賢若渴，廣招人才，冇問過。OK， 先睇卿大夫嗰段咧，佢個方向咧係啱嘅，但係咧佢解說咧係比較一般。佢能夠指出咧，就係春秋嘅時候咧，只係佢話春秋只係少量以下犯上咧，其實係唔準確嘅。應該要強調就係春秋咧已經有3門之亂啦，已經有晉國6卿，但係佢哋係唔夠膽篡奪。OK， 好啦，咁然後咧佢仲有寫出界，你記住寫於邊界嘅以外嘅答案咧係將不如平原。好啦，然後佢寫3家分晉，田氏代齊咧係正確嘅，但係咧佢唔能夠清楚好深入咁解釋，咁佢只係咧係略作解釋，就講咧咩戰國嘅時候咧。好多庸軍啊，所以咧卿大夫就發展啦。咁其實春秋嘅時候咧已經係咁樣噶啦，所以呢度睇唔到戰國嘅特色喺邊度噶。
然後咧，佢講呢個諸侯稱王嘅時候咧，咁佢又講，春秋嘅時候咧，諸侯仍然尊重周天子係正確噶。咁但係咧，戰國嘅時候咧，佢話諸侯咧就絕不言王。咁咧，呢句嘢咧，我都明佢意思嘅，但係可以再精準，即係避免歧義嘅關係咧，就可以寫係無視周天子。咁然後咧，其實佢應該要講翻多少少周天子嘅名實俱亡嘅史實，但係佢冇，佢淨係講到咧就係資料所講嘅秦惠王稱王同埋魏惠王稱王。咁咧，佢都講到就係周天子喺封建制度下咧先可以為王。咁但係咧，呢班諸侯稱王咧就證明咗佢哋係已經唔當周天子喺眼入，唔放周天子喺眼入面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就唔能夠做一個深入嘅展釋，咁係有個基本嘅分數嘅。而最後同學咧係寫諸侯求賢若渴，廣招人才，仲寫埋平民崛興，呢個咧係錯誤嘅理解，唔係政治特色。但係咧，佢入面咧都有提到少少咧，就係變法盛行嘅例子。咁我哋勉強咧都可以同情佢，俾1分半分嘅，但係咧就不能俾太多，因為咧佢係偏離題目噶。而最後咧，同學咧係寫諸侯國大事兼併，然後舉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咧，係錯誤嘅分析。所以總結而言咧，就係佢喺3個方面咧，第一個 point 卿大夫以下犯上咧係攞到少少分數，然後喺諸侯稱王咧都攞到少少分數，變法盛行咧就唔係好攞到分數噶啦。咁最後咧我哋俾咗一個合格嘅4分佢，咁所以咧佢哋係一份啱啱合格多少少嘅卷嚟嘅。OK， 嗱今日講嘅咧就去到咁多，咁我哋後面咧會講呢個第3題同第4題咧，就有我哋阿 Isaac 同學同埋阿林同學咧嘅精彩 sample， 咁大家咧可以稍後睇翻解卷嘅時候咧再睇翻，咁如果未做呢個卷嘅同學咧，你可以考慮做後面嗰2題，OK 得唔得？